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来讲到国际上对台湾支持的力头又搁增强。咱要看到讲是这个欧洲啦尤其是这个法国这个议会内底头一摆来通过消停台湾要参与到咱讲国际参与的这个部分的这个提案顶礼拜咱看到讲法国参议院304票比0，无反对票来停台湾参与到国际这个组织由参议院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这个友台小组主席Richard 等20多位这个参议员共同来去提案这代表是什么款的意思呢？尤其咱讲过去台湾伫咧国际组织拢无法度来去参加因为受到中共的这个打压。这回伊要支持台湾参与到包含到咱讲的，因为伊这个疫情的关系啦爱参加到什么？爱参加到世界卫生组织啦WHO 这个部分。另外呢国际民航组织啦 ICAO， 个咱讲到国际这个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Police 啦等等这组织，佮有参与到啥联合国气候变化这个公约啦UNFCCC 啦这个领域这个国际组织，咱想讲哇，伫咧国际上真正伫咧欧洲遮有一个转向啊嘛，敢是安尼呢？咱看到讲咱的这个外交部门讲这是继续要创造台湾伫咧国际参与的这个气氛。另外真正爱感谢的就是咱讲的伫咧法国的伫咧外交人员，因安怎来去拍拼咱看到讲驻法国的这个代表处的代表吴志忠，伊嘛讲这是台湾价值渐渐被认可啦那么看到讲中共一直咧算啥？战狼外交啦这嘛可能代表讲欧洲一个转向一个氛围啦欧洲国家对中国态度为什么变做过去亲中还是讲小滚滚，即阵可能转变做冷冰冰，甚至是野线。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今日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南华大学国际事务甲企业学系副教授王思维。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时代力量这个国际中心主任刘书杰。大家好。杰瑞你好啦，咱讲到三位拢是老朋友，讲到咱的这个国际参与的这个部分过去拢甲咱注心真济即阵咱们要来连线过去伫咧驻法国咱的这个驻深的这个外交官吕庆良大使，大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是啦，非常感谢这个资深的这个外交官庆良兄即阵伫咧这个嘉义高铁接受咱的这个视讯这连线先来讲到304票比0无反对票，这代表是咱国际参与上一届伫咧欧洲内底看到什么款的一个转向，先来请教这个外交官。这对咱来讲，这有真重大的意义，伫大家展现出来咱都了解，伫1964年法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后，咱拢会当看出讲，法国心中敢若有中国就对啦。甚至讲一开始600年、700年甚至800年以前呢。对台湾的前途并无有真大的信心。但是自900年以后呢，咱会当看到讲，因为咱台湾经济的发展就是成为一个市场因看到台湾的民主化成功，所以呢，伊就真愿意咱用全世界拢有名世界报叫做《Le Monde》世界报来看。因对台湾的重视，甲对台湾慢慢。因为对咱民主发展的肯定，伊就让大家讲，因法国是一个真不幸这种国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咱伫2016年的时阵，迄阵咱的总统当选了的时呢，《世界报》世界报呢，竟然用头条新闻来报道。这呢对咱来讲呢，这就是一个真大的转变，因为这是前所未见。这边呢，咱会当看到讲台湾几年来努力实际上是对1992年开始咧努力重返国际社会，这当时是以联合国为目标，但是因为是高度政治型的组织政治性的组织，所以呢，日本于1991年也叫政府做努力，咱对联合国开始，但是因为迄是高度政治性的组织，因此呢，咱5当了后呢，咱调整策略，咱改做选参与这个功能性的组织，就是咱的怎么讲呢？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16个专门机构specialized agency 之一啦。当然伊并无观察员，伊是 WHO， 就是讲世界卫生组织每5月第3礼拜举行的叫做世界卫生大会，因为叫做 WHO。咱要政府参与的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因为组织并无观察员，大会才有观察员。观察员的身份地位呢，并无甲所谓的联合国会员国，也是讲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中国阻挠，因为中国呢看得出讲伊无愿意看到咱介伫个国际场合内底呢争取并做。所以呢，伊就用尽所有的办法呢来阻挠台湾的参与。其实咱拢了解，全世界嘛拢了解，健康无国界，尤其是这边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呢，你会当看到讲，大家拢肯定台湾伫个防疫这方面的杰出的表现。如果咱将这个名单用今仔日下早的表现这个各国疫情来看呢？咱会当看到法国即马排名是第4名，足头前的吼。因总有超过560万人咧确诊，因的死亡人数超过106000个，迄是真正真惊人的代志。但是咱台湾咧排名第194名，这对全世界来讲这意义重大。当然，咱会当抗疫的成功因素真多，我想各位先进、各位听众朋友大拢知。但是伫个国际上咧，法国这参议员。伊竟然会当伫个咱的友台小组组织小组所提出的这个议案内底呢，投票呢304票呢，全数拢支持台湾，这背后的意义这才重大。真正无简单啦吼，咱先感谢这个主持外交官等下再搁甲你做连线先要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真正这304票，真正咱讲的伫咧史上是头一回啦。咱讲这个法国议会有这个上议院甲这个下议院这代表是参议院咱讲是甲这个政府较直接的这个关系这个部分因这个选举的结果到底咱讲304票，伊背后安怎去牵动的尤其咱讲甲过去这个 G7 进前一天这个表态嘛有关系先做来看。évident que c'est le cas de Taïwan dans bien des champs d'action, le plus emblématique étant bien sûr celui de l'OMS,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甲20几位参议员3个提出决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参议院最大表决以304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也是法国国会史上第一遍通过挺台议案。Je veux le dire haut et fort, c'est notre devoir d'aider Taïwan à retrouver la place que ce pays mérite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Pour que Taïwan soit associé aux travaux de l'OMS, nous le ferons à titre national, nous l'encourageons au niveau européen. Et donc, je le redis, la stabilité dans le détroit, elle est essentielle pour la sécurité de la région. Et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nous réprouvons toute tentative de remise en cause du statu quo. 法国的外交部代表也正清楚的重申支持台湾的立场，并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自法国代表吴志忠也伫 FB 打出伫咧参议院旁听的相片，讲伊正感动，也表示法国是欧盟上重要的国家，有领导的地位。这项投票的结果有正大的象征性。外交部诚挚的感谢法国参议院首度高票的通过支持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案。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催人接受澳洲经用评论部的专访，其中讲到，中国敢若是伫咧准备对台湾发动最后攻击，政府一直拢伫咧做准备，希望理念同款的民主国家支持台湾。澳洲总理莫里森是回应讲，对台政策不变，会履行支援美国加盟友的承诺。Look, we've always honoured all of our arrangements in the Indo-Pacific, particularly our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 always have stood for freedom in our part of the world. 伫最近，澳洲几多位官员公开表态关心台海议题，认为政府应该有所准备。吴钊燮也希望澳洲加台湾加强经济合作，重启两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谈。也讲希望会当伫咧今年申请加入 CPTPP， 加强区域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
真正在感谢吼，咱讲这个法国参议员安尼做法吼，Maxi 保固啦吼，但是这个 Maxi 保固敢是真正因要停台湾，还是停台湾的参与国际这个组织尔吼？相信这个王教授另外一种看法啦，咱过来请教王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参议员是代表因的这个上议院啦吼。咱嘛看到讲政治讲是这个 G7， 因为有一寡这个宣誓啊参与着，咱讲是虽然是304票比0票，但是咱讲着有人放弃投票有19票，另外因的这个参议员嘛有340多位人。可能只系这个部分加起来，还有30几位、40几个无去投票，吼，这代表什么款的意义？当然啦，就讲今仔日咱看到这个结果，大家拢真欢喜啊！吼，这304票对0票，吼，无人表示反对的意见，吼。但是这其中当然讲，大家拢会使看得出来讲，这个法国的这民意吼，尤其是这个顶议院顶头吼，对于咱台湾，尤其是台湾人民、甲台湾社会的支持啦吼。但是我感觉这有一个小可无共款的所在，咱大家去迄个看清楚，就是讲。伫政府部门，伫法国的外交部，其实头拄啊，伫迄个参议院内底，迄个议会，迄个说个咧答，吼，伊外交部的迄个国务委员，伊嘛有讲啊，就讲因上担心的是台海和平，吼，这个现状袂使去用破坏。OK， 吼，就讲因政府的立场，也是感觉讲台湾海峡的这个和平、安全、稳定。是因上关心的，因为因最近看到讲中国的飞行机啦，吼，中国这个军事的等等的这个行动愈来愈侪时阵，因会感觉愈来愈烦恼。所以伫 G7 的时阵，参迄个所有的 G7 国家，也佫加上欧盟的代表，拢伫遐吼，伫英国的 G7 会议时阵，拢有出一个。等于表示讲，伊要支持台湾，尤其是台湾海峡这边的和平稳定，这是真重要的。是。隔顿讲再看到讲参议院的这个，但是参议院其实你去看即寡参议员的一寡发言啦，因为讲台湾是一个进步的所在，台湾社会吼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啊，做足侪迄个人权相关的这个改革吼，开始拢一直进步起来，所以因伫遮是表示讲另外一个方面对台湾社会关心嘛吼，所以政府部门因关心的迄个议题。甲参议院这边所关心的迄个台湾的议题，其实小可无啥共款。当然，结果拢是讲，咱今仔看会到，不管是政府部门甲迄个参议院这边，因拢感觉讲台湾也是应该爱加入一寡相关的国际组织去运作，吼。尤其伫咱会使看到即届的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这个中间吼。咱这个台湾的经验，常常拢去互即款媒体提出来讲，所以渐渐，即寡欧洲国家的迄个政治人物，也有即寡法国迄个社会，因嘛大部分拢愈来愈了解讲，哦，原来台湾这个所在其实因做了真好，哦，啊，伫不管是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控制对抗，尤其今仔日的世界报内底也有一篇文章，则写着讲台北是这个。对抗武汉肺炎的一个首都啦，吼，就是讲咱今仔日做甲呾成绩，实在是伫世界上吼，因拢感觉足了不起的，吼，足不可思议的啦，吼，等等。但是当然，就是讲咱看到这个消息，会感觉真欢喜的时阵吼，也唔通袂记哩讲背后，规个法国因做这件代志，是表示讲因要徛来台湾这边，甲要中国甲台湾要经一边。做朋友，还是讲因两边其实拢要开始做朋友，其实这是有差别的。OK， 啊，就是讲因要甲中国做朋友，但是要甲中国做朋友的同时，伊嘛感觉讲台湾这个朋友嘛真重要。过去因甲台湾看的迄个角色，可能因感觉讲毋是遐尼重要，但是因即摆感觉讲台湾这个角色愈来愈重要时，所以伊嘛感觉爱有一寡力量替台湾来发声啦。吼，但是并袂使解说互讲因即摆大部分都。对中国的态度都改变啦，因就反对中国啊，反对中国所做的一切。其实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无看到安尼遐尼大的改变。OK， 就是讲吼，咱看到讲，虽然咱会当吼看到法国参议院有即款这个停台的这个措施，也是讲做法啦吼，啊参议院嘛安尼来去投票，但是咱讲是因为真侪种吼，咱国际参与，亲像讲咱这个武汉肺炎主动甲真袂歹啦吼，所以爱咱去参加到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咱讲今日吼，这个确诊的人数咱有这个增加啦吼，但是这嘛是代表讲过去一冬来吼，咱真正防疫这个表现做了袂歹，互因看到。但是绝对唔是亲像咱讲一般想象的啦吼，哦，这个欧洲的这个态势，也是讲法国的态势，买手就开始这个反中吼，啊，这部分吼，咱嘛是要去注意一下。但是咱嘛要吼鼓励，就讲吼，伫咧前线吼，替
替咱这个做外交这个外交人员，继续过来请教咱的这个外交官吼，庆荣这个大赛啦吼。咱看到讲过去吼，你咧做驻法国这个大赛的时阵啦吼，也是讲甲即阵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中国伫遮的这个影响力，也是讲咱讲吼，伫咧咱做台湾的吼，做外交官伫遮吼，的难处是啥物啦吼？啊，甲即回咱当看到安尼这个进展，你感觉上大的差别伫倒位？上大的差别就是咱继续甲法国加强各方面的这个交往，所以彼此间有更较好的了解。合作的机会当然是愈来愈多。这边呢，咱会当看的甲头拄咱王教授所讲的是完全结合，就是讲我定定咧讲办外交爱有理性。理性就是因为法国就伊的事务上来讲，伊是三权分立。所以呢，行政权就是伊的政府一部分。因对中国大陆，因为这边疫情的这个关系呢，所以对中国大陆真济做法甲思维呢，有更较正确正面的了解。但是讲恁咧处理国际议题就是安尼母的，恁对台湾对地区的安全，恁就是这种做法。所以呢，因为是政府有政府的立场，伊整个爱考虑伊的国家的利益。所以呢，头拄王教授分析呢，足好的，就是讲咱爱理性来看待，因为行政权是伫政府的手头，行政权要伫啥物时阵用啥物方式公开支持咱的实际国际参与呢？这是咱的努力的目标。另外一方面，因为立法权就是代表民意、代表政治界、代表学界。智库这方面，所以呢，有这个转变呢，这是1964年咱甲法国断交以来难得出现的一个场面。因此呢，对咱来讲呢，咱爱注意的就是讲，我安怎透过什么款的方式，加强甲法国伫各方面各领域的这种合作创造更较侪共同利益，安尼台湾以后就更较侪机会。因为办外交是爱继续永续的努力。台湾即马所表现的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多元，这拢是符合法兰西的普世价值。所以呢，咱有更较侪理由相信，咱来继续努力。当然，因的行政部门呢，原来会用另外一种务实、更较务实的方式呢，来处理甲台湾的关系。当然有真侪人讲这声过来，唔知变哪外好拄外好。我讲咱来回到外交事务的理想现实面、理想面的，这个叫做务实的这方面就对了。袂使讲因有这个消息，咱大家都欢喜甲讲明仔载春天就到。其实呢，困难也是真大，但是呢，咱唔免失望，咱继续努力，绝对会愈来愈好。是，感谢大赛透过连线甲咱说明遐济啦就是讲真正卡踏实地做外交啦唔通因为304票比0票哇，这个好消息一传出来，就讲哇台湾可能真正有希望但是咱爱面对的阁是真济这个国际这个势力的这个打压啦尤其是中共这部分咱嘛继续来看讲法国甲对中国这个态度的一个转变咱看到头拄这个2位来宾拢讲到1964年迄当阵为着要摆脱掉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冷战的这个强局啦要打造独立外交的这个基础。迄当阵的这个总统Charles de Gaulle啦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建交真做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这个西方民主大国。咱嘛来看讲小连说因为这个政权的这个交接，咱看到讲去年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了后，拜登即阵起来川普落台啦可能嘛影响到这个法国对中国这个态度啦继续，咱先来请教这个张教授啦，看到什么款的这个转变无？这边的法国对咱台湾的支持当然亲像头拄这个讲到，就是大家拢足欢喜但是是毋是变做是真正政策的改变？咱还是爱继续观察。第二咧，就是咱发现就是即马中国的外交对全世界出现足大的问题，因为咧，伊为着爱伫国际上爱对伊咧即个政治目标、外交目标爱来贡献所以咧足侪所在伊就是足侪钱互其他国家，但是咧对个大国来讲无需要伊个钱伊个态度颠倒是另外一种的足极端的方式，就是这个所谓战狼外交，就是对其他国家表现讲伊足独立，伊足有实力，所以咧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所以这就是这边法国甲欧洲足侪国家对这个中国的这种反感。所以咧，咱爱分较清楚，就是
其他国家支持台湾吼，是咱台湾真正价值因的支持。OK， 啊是讲伊是为着对中国表示不满，所以咧摕到咱台湾作为一个工具。我受这是爱分较清楚。是。第二咧就是对这个其他国家的支持吼，咱当然是需要感谢，但是咱要爱来了解就是吼，咱是毋是对其他国家的关系吼？有继续的发展，就是讲对其他国家吼，美国以外、日本以外吼，欧洲所有的国家，是毋是咱对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才，这个了解，这个互相会当合作的这个所在吼，会有较侪发现无？是。安尼我感觉这以后咱的对咱的这个善意都会当讲愈来愈久，会当这个继续维持。是。这是我感觉最重要。第三咧就是这边法国其实伊对这个亚洲的形势足关心这甲美国规个关系是美国对这个中国的政策的改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OK， 所以咧这个咱感谢法国，这是足重要，但是咱要注意就是这个美国方面咱要继续注意这个美国的这个政策甲态度的发展。亲像这边美国足清楚伊要支持咱加入这个 WHA， 是这是美国的这个态度，所以影响到其他国家，所以咱嘛要继续甲美国合作，甲美国配合。我想这个对其他国家来讲嘛有一个足大的作用。是，所以咱讲到这个法国这回304票啦比0票，啊，还有前一日这个 G7 咱看到讲伫咧 London， 因遮一寡声明也好，拢是要透过支持台湾参与到国际组织也好啦所以即阵咱虽然咧讲到法国嘛，是爱讲到美国这个角色啦美国伫遮嘛扮演什么款的这个角色，继续要带领这个反中的这个态势，敢是安尼？继续请教 Jerry。国际组织这个参与我是非常现实啊！咱即摆咧录这个节目的时阵，其实今日有一个新闻，就是讲台湾连续第5档无摕到这个 invitation 连续第5档无摕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 invitation。其实我感觉足感慨，因为咱拄仔两个学者拢有去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国际组织，还有咱拄仔这个大神嘛有讲到，这个行政部门的角色，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现实。有时阵是国会代表这人民的意志，对台湾真优先，但是行政部门若是无较具体这个动作，你就是无法度去摕到这个 invitation， 这个邀请函。我今日会知影伫即个淡江大学咧演讲啦有两个学生就咧甲我问讲台湾今年为去年开始即个防疫即个表现非常的好是毋是对咱台湾今年咧参与即个 WHA 会有帮助因为照道理来讲，这是应该大家拢个世界各国拢会感觉讲台湾就是真诶模范生嘛，应该爱互台湾来参与才对嘛我就甲即个同学讲这个理论上是无错，但是实务上都唔是安尼，因为这个邀请函世界卫生大会这个 invitation 伊都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来发出去这个秘书长谭德赛伊个人这个政治的这个意志非常的关键，伊都是袂演互台湾嘛摕无比掉。所以就是讲，不管咱讲顶礼拜讲即个 G7 讲应该爱互台湾来参与，也是讲美国国务卿Blinken 讲应该爱互台湾来参与法国即个304票，即 unanimous 讲一致支持台湾来参与，拢无效，因为咱讲上新即个新闻都出来嘛。连续第5年啦，就是小英政府起来除了2016年迄摆，因为伊当就任，迄年即个世界卫生大会，甲伊就任差一礼拜，所以迄年讲无动2017年开始到即摆连续第5年啦，台湾完全拢无机会嘛，所以我咧看是安尼。看到这个法国这个朋友呢，对台湾呢就大心的，感觉就感谢。但是国际现实伊都是安尼，伊都是安尼嘛。我今日就爱问讲，其他国家咱讲 G7 这个国家，还是讲美国也好，欧盟也好，这国家是毋是有法度因的行政部门
提出上个更较具体即个动作，来表达讲吼，台湾无法度来参与今年即个 WHO 因的不满，比如讲因若退会，不不出席今年即个大会，若是有法度用遐尼啊强即个态度来表达这抗议，我相信 WHO 伊就感觉讲，敢若袂使安尼做。但是咱有一寡在印象，迄当阵即个 Trump 讲要退出掉，咱讲。因为吼，这是安尼，因为即马吼 WHO 因就讲吼，台湾敢无法度来参与即个问题，爱交互194个会员国吼来决定嘛。伊记得安尼讲，莫讲194个啦 ，G7 这7个国家，若是拢不出席来抗议。OK。我感觉伊就会听，伊就会听，这唔对哦。美国若是无出席，伊感觉讲，这唔对哦。所以阮今仔当然唔是讲唱衰，也是讲咱无感谢，我是非常的感谢吼。这每一个国家，美国啊、欧洲对台湾这，但是咱嘛是要去想着讲，敢有法度互台湾这个参与 WHO 有一个更较进一步这个动作，因为今仔日吼。《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伊都有一篇文章嘛，伊就讲吼，这个标题我读变来听，伊讲吼 ，Taiwan and the WHO，China wants the island nation excluded despite its COVID success。伊就是讲吼，用百度载挂了哈。虽然讲台湾这个防疫 COVID-19 是这么大的这个成功，但是台湾嘛是无法度来参与这个。WHO 内底伊就有一句话，伊讲吼，这是拜登政府一个 embarrassment， 讲一个难堪呐，就是讲拜登你起来，你讲你要带领美国重回多边主义，或者 multilateralism 吼，讲重回世卫，我见到你重回但是台湾无法度参与，对拜登来讲是一个难堪呢。你唔是讲你有法度这个。重回世卫，你布林肯这里要挺台湾，讲台湾应该参与，结果世卫嘛是无咧插美国这个态度嘛，所以我即摆讲出点就是讲，其实国这个组织这个参与是足现实的，那一定要去想讲，除了这包括这个欧盟、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国会对台湾的这个支持了，咱佫有啥物通做？会当互台湾未来有机会来参与啊！是哈，当突破到咱这个困境吼，国际现实嘛是真这个咱应该去注意的这个部分啊。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国际组织的参与吼，唔是咱讲吼假的这个民主国家来决定。虽然 G7 伫遐讲到偌大声，拄偌大声，但是咱看到讲吼，一国干那一票这个投票权吼，以中国伫咧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影响力来讲吼，台湾想要因为欧洲也是讲吼美国吼，假的这个国家来支持，来去参与到这个国际组织，真正有介困难，但是。Jerry 提供一个方向，讲吼，即个组织，然后另外一种方式会当吼代替咱的台湾的这声音发出来吼，咱讲退出即回吼要参与的这个部分，可能嘛是一种做法啦吼。所以咱要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法国伫即回这个吼转向啦吼，有人讲是转向，但是有人讲可能这嘛是吼停咱参与到国际组织安尼尔吼，无真正的转向啦。先做来看。不管是武汉肺炎疫情咧拖，也是香港甲新疆人权的问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甲欧盟各国一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也进行报复性的反制，也因为台湾伫防疫的成就顶面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伫欧洲甲中国关系无好的同时，台欧关系是继续有咧进展。WHO 世界卫生大会其实就要开始，台湾受到欧美各国的支持 ，G7 国家的外长就发布声明，希望台湾会当受到邀请加入。匈牙利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嘛伫 Twitter 公开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邀请台湾参与 WHO。所以这个声量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一个声量。那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它要邀请的一些规定。那么我相信，当我们的能量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势力是挡不住的。伫法国参议院对内阁官员质询的时，外务部长李斯特强烈谴责中国大势言行，甲中国对欧盟的制裁。参议员卡迪克也公开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en omettant de citer Taïwan. Tout le monde peut constater la reconnaissance implicite par Péki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aïwan sur son territoire. Rien ne devrait donc plus s'opposer à ce que Taïwan siège à l'OMS et Interpol. 卡迪克话一讲煞，现场是拢咧拍破啊，嘛听到有现场议员咧赞声。顶日啊，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互中国威胁取消访问台湾。理查捌受访表示，台法关系无需要北京的同意，毋若看清楚中国的企图，也更加会甲台湾徛做伙，有机会一定会访问台湾。 对中国的傲慢态度，法国一向拢是敢挑战权威、宗教体制出名的当地有名刊物《查理周刊》，去年4月就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烫捌体，甲拉里亲密倒伫眠床顶做封面，加上即句“中国敢一切拢交代啊”，直接呛明质疑中国伫武汉肺炎来源的隐瞒。 这个封面也分享伫面册，文章毋若想到侪网友赞声，嘛已经有超过8000人二赞，超过4000个分享，表示法国对中国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 吼，这到底是这个法国的这个大转向，还是真正吼，这个挺台湾组织敢若参与吼国际这个组织尔吼？咱但是嘛讲到吼，国际还是讲法国、欧洲这个国内底吼，到底民情还是讲国内这个气氛对中国态度是啥？继续咱们来连线，伫咧法国的留学生颜明伟，明伟你好。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明伟，我即马伫咧法国的巴黎。 其实吼，咱讲到这个300控制票的这个支持，这个跨政党的支持，其实这个决议文虽然讲伊无这个法律上的这个约束力，伊只有表达伊法文叫做 résolution， 但是咱来看到讲这个决议文其实伫法国的这个历史当中，咱5年内底在法国只有18件尔，所以讲其实这做少。 关于讲关于外交方面呢，才有4件呢。所以讲，其实我感觉讲，咱虽然讲咱即马参与国际组织，也是讲咱的台湾这能见度开始在提升，也是讲咱感觉讲参与着国际组织的时阵，咱看到讲其实效果无啥物好，但是我感觉我的态度是较支持。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讲咱台湾虽然伫法国即马渐渐互 法国的人民看见，其实是一个做好的一件代志。就有2个原因。第一原因是讲，其实咱台湾防疫顶办的表现，大家拢知影。伫法国的媒体，也是讲法国的所有政团，也是讲做侪物件，其实拢有做侪报道。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其实咱知影讲法国的这个外交部长，伊伫去年的10月的时阵，伊伫这个参议院的时阵，伊就有 发表伊的演说，伊的演说的内容简单讲就是讲，咱无承认台湾，但是咱支持台湾，因为台湾的伊的卫生的这个进步，伊的经济这个重要性，所以讲咱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外交部长有定调，就是讲，因讲会当支持恁参与到国际这个部分，但是无完全支持台湾，是安尼意思吗？ 是，就是讲咱因为法国这个长期以来的政策就是咱无支持，咱无承认台湾。但是即摆转向是讲，咱伫无承认台湾的前提以下，咱支持台湾加入，因为无理由来拒绝着讲台湾加入咱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组织。但是讲伊伫这篇的这个演讲内底，伊有讲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法国也是讲欧洲对待着中国的3种方式，一个方式就是合作，第2种方式就是竞争，第3个方式就是讲敌对，敌对。所以讲这3种方式，这3种方式，咱可能会当理解着讲，即摆欧洲也是讲即摆法国，伊对中国可能伫即个气候的议题内底，可能是合作的议题。 以合作的关系，但是伫这个关键的技术啊，像关键的这个工业顶管，伊可能是竞争，但是意识形态顶管，譬如讲民主、自由等等，人权等等，伊可能是敌对的状态。所以讲，这个问题伫欧洲即马非常清楚。咱会当看讲，我前一阵仔4月时阵看到一个伫这个法国世界报的这个报纸，伊用足大的这个篇幅咧报道讲，伊叫做 Le Retour de l'ennemi， 就是讲敌人的回归啦，敌人的回归。
对欧洲来讲，其实看会讲欧洲其实法国，单就法国来讲，上大的问题可能是这个恐怖主义，是 terrorism， 啊，佮有这个东欧的问题，啊，佮有这个俄罗斯的问题。但是因看咧讲，伫印太这个太平洋中国，啊，佮有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影响咱，啊，佮有中国的渗透伫法国。所以讲，这个敌人回归顶悬，法国采取到的方式，其实对中国的方式，伊可能就是讲，伊可能无法度像台湾安尼，像美国安尼抗中，但是伊伫各种议题顶悬，伊想要采取的方式，可能有一寡伫经济的顶悬，伊可能爱合作。但是伊伫关键的这个技术顶悬，伊可能爱竞争，但是伫意识形态顶悬，伊可能爱敌对。是。所以对咱来讲，台湾至少这方面的好处是讲，咱其实无啥物，其实咱无啥物通好敌对，伫意识顶悬，咱的主权、咱的民主、咱的自由、咱的人权等等，咱其实有足侪共同的价值会当来对话。第二个就是咱对这个关键技术的这个保护，也是讲咱对关键技术的这个合作方面，其实咱甲法国的这个合作嘛真亲。虽然讲伫关键技术顶悬可能有啥物竞争的方式嘛有可能，但是我感觉讲就是伫这状态顶悬，就是一方面中国的威胁是渐渐增悬，但是另外一方面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价值，其实伫法国开始渐渐受到足侪人的注意。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局势是无法度转去啊，但是欧洲的方式是做慢的，因为因欧洲毋是。欧盟毋是干那一国尔，伊是27国。是。啊，伊是爱等着讲所谓，但是咱看来讲，自从为3月开始，咱即个欧洲甲中国的相互制裁，甲3月底即个布林肯伊访问欧盟啊，对中国议题议题发表着讲，包括人权安全的即个对话，咱看来讲，其实因开始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比较早来讲更较硬。是。啊，包括就讲较早。中国伫法国其实的名声足歹，就是讲因的这个战狼外交，因的战狼外交，佮有讲因的这个因伫遮所对法国的这个，无论是讲伫经济顶悬的渗透，还是讲对这个法国社会渗透，其实嘛做严重。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局势其实是无法度转去。是。感谢明伟吼，伫咧法国甲咱做连线吼，伊提出的这个合作竞争吼，甲意识形态是敌对这个部分吼，咱相信台湾徛踮伫咧价值头顶吼，一定是甲这个吼民主国家是徛做伙吼。但是咱一般来想象，就亲像头拄啊明伟所讲的吼，外交部长因为外交部长定调吼，无法度完全来支持台湾，但是这是因吼过去一寡这个政策所影响吼。但是一寡咧国际参与者会当继续去做啦吼，尤其咱会当看到讲吼，亲像这个参议院这款的这个做法吼，感谢明伟。含咱做连线啦吼，啊，再来要搁关心着头拄咱讲着吼，头拄明伟讲着吼，间谍的这个威胁吼，也是讲这个中国的这个渗透啦吼，嘛影响着法国人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态度的这个转变。另外就是咱讲吼，头拄嘛有看到吼，中国疫情的这个责任啦吼。另外咱要看到讲吼，这张吼都是咱头拄讲304票比0的这个部分吼，但是咱要搁来回归着吼，头拄明伟所讲的合作竞争甲这个敌对的这个部分吼，影响尾手这个欧洲安怎去行落去。当然啦，就是即马咱拢想讲，因为有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决议吼，所以敢若讲台湾哦，已经变做最有希望的。是。吼啊，所以规个欧洲拢转向啊，因要甲中国对抗，但是实际上是毋是安尼的发展，其实爱搁继续观察啦。我个人是较保留啦。吼，尤其欧洲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经济利益，其实是愈来愈深。有影。吼。除了咱头拄看到的迄寡资料，其实像讲法国伫迄个中国的天津，伊嘛有 Airbus 的迄个工厂已经拢设好啊嘛伫遐。啊，当然嘛，法国伊嘛有本身的车厂。哦，法国的迄个车厂，咱也知影讲迄个福特甲迄个Citroen，因两间这个其实嘛拢伫中国拢有合作。哦，啊嘛拢有伫遐设厂。是。哦，啊，另外搁免讲一寡迄个制药的部分啊，因为法国嘛是一个制药迄个算公司真厉害，技术真好，啊大迄个制药集团。就有影响来的这个国家，所以因伫中国其实遐嘛投资真济，吼，所以等啦，伫经济利益甲中国无法度切割的时阵，基本上因的政治上的选择是无济啦，吼，所以今仔日台湾是伫欧洲这边得到一寡支持，但是并唔是讲
欧洲人，伊就转向啊，伊共款伫一大部分伫足侪，不管是经济利益、甲政治利益顶头的个思考，因感觉讲中国是因足重要的一个 partner 嘿，一个 partner 嘿。啊，另外因为中国对欧洲国家来讲，一般因感觉讲中国无啥物威胁。哦。 安全上的威胁其实真遥远，因为感觉讲，迄个是恁亚洲迄边的代志。OK。对于欧洲国家来讲，伊的安全问题是俄罗斯。OK。因感觉讲，俄罗斯对因来讲，这是真正军事上、安全上、政治上最直接的威胁。OK。啊，中国离我遐尼远，所以其实中国的议题以前我是无啥想要插，即马是因为去互美国架入来，吼，所以规个我在甲你徛做伙，啊开始感觉讲，这边其实愈来愈有需要做一寡变化，是，吼，但是咱千万唔通家己伤欢喜了，然后袂去讲足侪现实问题，其实也更厉害，咱还继续去面对。现实的问题，佮有外交上的这个务实现实，吼，拢爱去考虑在内。但是咱嘛看到讲吼，法国人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观感，亲像吼，这个美国吼，这个 Pew Research Center 有做调查吼，70%的这个对中国是有负面的这个观感吼，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另外，这个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吼嘛，是共款看到讲，后疫情时代，法国对中国的这个公共的看法啦，政治无信任，是大过经济这个机会啦。虽然讲咱有看到讲经济性的这个依赖，但是伊嘛是有看到讲政治的无信任吼，可能嘛有一寡这个民调结果来去做一寡吼辅助来去看因安怎看这个中国这部分吼，比如讲6%的这个法国受访者对中国有负面的观感，敢若16%吼受访者是正面的观感吼，中国是法国负面观感的这个国家是第2名吼，敢若吼这个输这个北韩尔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观感吼，虽然是安尼是负面，但是头拄嘛讲经济依赖性也是有的。教授你安怎看呢？我完全同意啊，因为长久以来就是这个欧洲离台湾较远嘛，甲中国嘛远嘛，所以咧，中国歹，伊当然吼，虽然伊上早就甲中国建交，但是吼，我相信为这个几啊十年以来，为迄时阵吼。法国无认为讲中国是一种真好的国家，还是讲共产党统治真正就好啦。但是为着利益，为着政治上一个中国的政策，所以伊甲中国建交。所以咧，我意思就是讲，这种情形吼，所以咱是就是爱较正面的看是无毋对，但是嘛唔免讲吼，感觉讲台湾伫国际上以后就是拢无问题。OK。其实咱伫国际上还是上重要，就是第一爱强调咱的国防啦，因为这个欧洲国家不管偌支持台湾伊讲伊派兵到台湾来支持台湾这个中国来拍的时阵，伊法国还是英国、德国派兵来我想这可能性无关啦，即个啦，上重要还是美国。所以咧，台湾上重要就是爱用法国对台湾的支持，欧洲对台湾的支持来说服美国讲，这个支持台湾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美国爱做全世界的这个领导的人就是爱支持台湾。但是咧，对这个美国来讲，咱们爱注意美国的反应，美国的态度，足搭美国的关系、美国的合作这个跟美国关系好跟欧洲的关系嘛，无可能歹甲伊对起啦。所以这是感觉我国际外交拢是有关的。是，这是上重要。第二咧，我感觉这个台湾人其实这我头拄讲过，我即马国家补充就是除了美国甲日本以外对欧洲、亚洲、非洲其他的了解也是较少。咱是即马是一个国际化这个时代，其实台湾政府甲民间甲教育部门应该爱来增加这个选择，还是这个利用还是这个栽培这个对美国、日本以外的国家了解的人，我看这是这个对其他国家咱发展关系嘛有了解这方面的人，我感觉这是对台湾来讲，这是长久利益的所在。是啦所以咱们看到讲这个了解其他国家毋是干那这个美国，也是讲日本尔其实咱过去有咧看讲这个经济教育这个场所有咧做，但是无遐尔济啦这回咱们看到讲这个外交官这个部分尤其中国咱看到讲因为这个外交官伫咧法国遮真正是黑
白乱舞啦吼。有人讲因这个吼阵容外高，阵甲因吼这个大外宣，也是要碰风，因碰甲一个吼伤过头啦吼。那么看到讲吼，伊就号做卢沙野啦，有人讲真正的华语讲的是沙野啦吼。啊，怎讲呢？伊看到讲吼，这个2021年本地，咱看到讲这个参议员吼，头拄仔讲支持台湾这个吼 Richard 吼，啊本地7月要访问台湾吼，啊强调这个中国要求法国同卖吼，甲台湾官方有接触。另外2021年，过来写批吼，佮威胁讲哦，若是法国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到这个国际组织，你就要受到中国的这个制裁啦吼。啊，法国外交部吼约这个吼卢沙野吼来哦要表达。法国的这个不满吼，但是这个卢沙野吼已经是变作是这个法国甲中国一个真关键的这个问题人物。有人讲吼，这个中共的这个阵容外交，可能嘛是吼台法关系加深的一个部分。Jerry， 你是敢安尼看？对啊，因为这个卢沙野伊顶边就是有去推特遐去骂一个法国这个学者迄个蹦大子嘛，佮骂人讲这是小流氓啦吼。因为其实我嘛讲过，因为法国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甲学者的一个国家吼，那边因较早有这个文艺复兴安尼，所以你去骂学者吼，这是非常重大的代志啦吼。啊，这卢沙野伊嘛毋是即摆尔，伊过去安尼每一遍伊的这个作风，伊所讲话都是非常的呛辣，完全都是这个中国这个阵容外交吼，这上好的这个例啦吼，但是这个做法我感觉目前伫全世界并无受到肯定甲欢迎啊，所以嘛不是法国啊，英国嘛是啊，大家拢亚神啊吼。英国较早迄个中国驻英国这个大使应该是叫做刘晓明嘛，伊嘛是去迄个 BBC 迄个节目去甲迄个主持人伫遐咧冤家啊，所以英国嘛是，法国嘛是，啊我会记伫澳洲迄嘛是，所以全世界其实对中国即个外交人员，尤其是大使即个素质啊，吼是大家拢咧害头。我奇怪你派你出来做大使，奇怪，那是讲咱做外交，我是爱出来交朋友的，那是来放火啊！对你总书讲你有一寡话爱你要讲，你有一寡你无共款的意见，但是你那是派你来冤家的，所以我感觉就这点来讲吼，这个中共这个阵容外交是全世界是非常的反感，啊，台湾伫这个方面我感觉是做得真好。那比如讲，即摆法国这个304票哦，其实这个吴志忠大使伊伫差不多2-3年前吧吼，伊有摕到这个法国骑士勋章。哦。啊，这个法国骑士勋章吼，其实咱老师应该拢知影，是伫法国非常高荣誉的这个美道吼，就是顶本会有摕到这个法国骑士勋章。我若是无记唔对，应该是李远哲破数啦，所以这个勋章伊无讲就好客啊，所以讲伊摕着这个法国骑士勋章，伊有一个小小这个品会放伫遮呢，所以吴志忠大使伊伫遐啊，法国人看到这个这个 ambassador 这个吴志忠大使。有摕到即个勋章嘛是拢肃然起敬啊呢，所以我感觉讲，我即个做外交是一般接一般，咱都爱讲即个访问即个看到即个大使吼，即个吕庆龙大使一般接一般啊呢，我相信咱那个目前我大部分我唔敢讲每一个，大部分咱台湾驻即个其他国家即个大使即个素质啊，应该拢是受到当地国际的肯定啦。有影吼，甲即个中国。阵容外交，这个外交官是非常无共款的吼。另外，咱嘛继续来看讲吼，这个 Richard 啦吼，啊继续是挺台湾吼。过去做过法国的这个前国防部长吼，即阵是这个法国参议员啊，这个参议员吼，咱看到讲吼，伊嘛是即阵这个台湾交流甲研究小组的这个主席吼，对台湾是真友好啦吼。啊，伊过去嘛呛声吼，讲吼，咱甲台湾吼，因甲台湾的这个关系啦吼，无需要北京的这个同意吼，嘛证明着讲吼，这个咱讲啊，这个参议员吼，有一寡这个态度的这个形。吼啊，伫遮注心真济啦吼，所以咱继续讲着吼啊，这个阵容外交吼会拄着吼，可能是面对着这个参议员吼，这款的这个较硬这个个性吼，参议员这个 Richard 你嘛有见过面吼，来甲咱说明一下，伊吼即阵咱来看讲，这个态势是毋是参与着国际组织啊以外，咱可以当形成另外一种吼，这个氛围也好，这个法国继续吼挺台湾的。对，当然，因为这个阿兰希夏吼，伊进前捌做过国防部长。
伊是一个叫新书的一个欧吉桑啦，所以迄阵2018年的时阵来到台湾的时阵，我捌甲伊见过面，共款拢也是一直足有礼貌的。你想看觅，遮尔新书，遮尔礼貌对伫外交场合顶头，当然是因拢有感觉因外交场合应该爱做的一寡代志，结果去撞到中国的这个驻法国的这个大使，这个小罗，小罗因的母的迄个所有，因叫做战狼外交，但是迄根本就是叫做罗马外交嘛。哦，因用足歹听的话，用足迄个无成体统的迄个态度，尤其是外国迄个法国的外交部，感觉讲伊讲的迄个话实在是足失礼的时阵哦，要甲找去外交部。结果，迄个罗大使，中国的迄个罗大使，伊就讲，我今仔日行程拢满啦，吼，我若要找你吼，过2天再搁讲，吼，用这种态度去回复法国的外交部长。你想看觅，法国外交部长，伊基本上应该是大家互相，你有代志要沟通，伫遐随叫你就爱随来。你中国的驻法国的大使，也有啥物代志比？法国的外交部长叫你搁较重要的，吼，基本上是无嘛。但是伊话来讲，我今仔日我就无时间啦，吼，所以我袂找你。等我有时间时，我再过去找你。所以，这个发展了后，当然法国外交部这边，我必须爱讲，因嘛甲吞落啊，吼，因为这个有2种发展落，一个发展是讲，我若是法国外交部，我感觉这口气我无要吞落，我就甲你赶出去啊，我就甲你列做无受欢迎的人物，所以叫你叫中国换一个大使来。其实这里过去定拢有这种状况会发生，尤其甲俄罗斯，但是这届伊嘛是继续甲吞落，就讲无要紧，安尼我也是继续甲你留咧，但是我表达我的抗议啊，所以伫遮咱就看会到讲，开始因为安尼一寡气氛的转变，吼，互因感觉讲，中国。你愈来愈真正伊的姿势吼，愈来愈悬的时阵吼，我要安怎去对付你？对付你这种中国这种战狼外交吼，我爱出啥物招？对我来讲才是有利的啦。啊无，因即马拢变做所有的迄个外交参外交部长嘛，变做你的细汉的。好，所以因感觉讲，这个演变来是愈来愈危险的。所以因开始才有一寡算挺台湾的一寡做法，挺台湾一寡声音等啦吼。这些拢是咱爱感谢这个中国这个战狼外交，甲留互咱的一寡这个算袂歹的成绩啦吼。但是继续未来爱搁继续有。安怎对咱较好的发展吼，遐靠咱足侪继续来深化吼。是咱讲有影多谢吼，这个战狼外交吼，一寡咱讲法国优待的人吼，咱各一摆看到这个台湾这个机会，但是买手啦吼，安怎深化吼，这个外交关系，真正爱有这个务实的这个角度来去一项一项来去解决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国际上吼有安尼支持台湾的，但是伫台湾国内有真侪种吼无共款的这个声音 G7 挺台湾的时阵，有人讲吼，这个提升咱台湾吼。这个火药库这个部分啊，有人讲吼，这个法国304票比0票的时阵，讲这是啥？这是国际诈骗集团吼。这咱看到像在野党一寡这个委员的这个讲法，但是事实上吼，那是亲像咱看到这个吼，这个正大国关中心的这个研究员伊安讲吼，这个大国吼将来都毋捌正式联署，安尼就无意义啦吼。另外面这种立委伊是安怎看？伊讲这是吼法国参议院内底头一摆啦吼，这嘛是讲这个战狼外交已经引起亚线啊，另外国际。这个国民党国际部的副主任伊先来讲吼，上尾决定也是伫咧法国这个行政部门吼，即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提案等等啦吼。另外是讲吼，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这个吼组织工会这个决议啦吼。咱嘛看来讲吼，逐个这个挺台湾的日头啦吼，是哪来哪坐啦吼。继续过来请教杨教授啦，头先嘛讲到国内。有真侪种声音吼，讲这是国际诈骗集团，也好讲咱的这个吼，国际这支持变做吼，咱台湾是一个火药库啦吼，安尼讲法吼，甲国际支持是毋是愈行愈远咧？当然啦，我看在野党吼，毋是每一个在野党乱的啦，但是部分在野党的人吼，我是认为讲看到外国支持台湾吼，部分在野党的人会袂爽，我就毋知影为虾米啦。当然咱会当讲吼，这种的。这个支持哦，可能较无够哦，但是可能讲爱继续爱时间，或是讲咱希望伊会当支持咱搁较济，我想这是正常。好，但是咧，这个对外国咱支持哦，不管如何，咱还是爱表达感谢。第二咧，就是外国政府对咱有这个
友好吼，这个足好诶，咱是感谢。但是咧，咱真正爱监督、爱了解，还是咱本身的政府。吼，咱家己政府吼，对外国来支持咱家己国际组织吼，是毋是咱本身有这个相对的配合？还是讲咱就是根本无想要加入，就是等人来供求。吼，我看这吼，假使是后壁一种状况吼，嘛毋是足好诶啦，因为。不管如何吼，这个国际上的这国际组织吼，你爱得到一个长久的身份，吼永久的参与吼，你爱是要家己去申请，啊家己去参加，吼无法度讲吼，大家拢感觉讲啊台湾应该爱加入，吼等下讲国际上拢可说服吼，然后来请咱台湾，然后台湾则讲哦好，我知影，我来，吼这可能毋是安尼啦，就是讲咱爱做这个配合支持的，就是讲咱爱加入。然后来去联合大国、小国，啊，咱每一个国家，咱拢尽量去联合，尾啊来形成一种就是咱有送件，咱爱加入，然后大家拢讲拍破讲是，这个应该爱加你支持，爱加你赞成。我看应该是安尼，毋是讲每一边拢是单讲大国来讲，是毋是爱支持台湾？结果咱家己咧，国内嘛无统一，政府嘛毋是做，做这个想法，结果咧无去送，无去参加，尾啊当然你无可能去参加嘛。家己吼嘛是爱做一寡吼，积极的参与啦。积极的参与，然后这积极的参与毋是讲咱送件就会使，是平时都爱联络所有的国家，每一个国家拢去了解，希望伊拉支持，就是准备，假